啱啱入手咗最新嘅 M5 iPad Pro 啊，咁呢部咧就會係我第4部 iPad 嚟㗎啦。所以咧今日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呢4部 iPad 嘅心路歷程。首先我當年入手第1部 iPad Pro 嘅時候咧，個需求係非常之明確，我需要佢可以幫我處理到日常工作，方便攜帶，方便我寫嘢做調色。喺 road trip 嘅時候可以處理到一啲工作上面嘅需求。咁喺用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我就發現當我要做一啲精細啲嘅工作，即係略嫌有啲細啦，特別係啲細節位上邊咧處理起上嚟咧就唔係好方便。咁於是咧我就升級咗去呢部第3代嘅 iPad Pro，亦都係呢個時候開始咧，我好多 reels 咧都係用佢嚟執嘅。特別係去旅行嘅時候影完嘅嘢咧，我馬上用佢嚟做 preview。咁而由 iPad Pro 第3代去到換 iPad Mini 嘅原因好簡單嘅啫，純粹好多時候用 iPhone 錄緊片嘅時候咧，我就唔會有一部機去俾我睇到我寫咗嘅稿嘅。咁 iPad Mini 咧就可以化身成為呢份稿。隨住新嘅 M5 晶片啦，加上 Apple Intelligence 同埋 iPadOS 26咧變得越嚟越成熟，我手上面嘅 iPad 應付我平時中意用嘅 app， 例如係 DaVinci Resolve 啦同埋 Final Cut Pro 咧都顯得有啲吃力啦。調轉頭我對於性能上咧又開始有翻一啲要求。新嘅 iPad Pro 佢有超靚嘅 Ultra Retina XDR Display， 加上 Stage Manager 咧令到佢越嚟越似一部電腦㗎啦。喺處理多項事情嘅上邊，例如我剪下片，醒起有啲嘢我漏咗嘅，我亦都可以馬上切換過嚟。見到每一個 app 喺背後咧都係獨立咁運作緊嘅，佢哋應用上邊咧你見到係無縫咁接軌嘅，我可以隨便切換每一個 app 啦。無論係我要加減任何嘅字，即係我想播歌，都係馬上做到嘅。見到佢喺馬上應用同埋切換咧係非常之流暢嘅，完全冇 delay。咁所以咧喺處理事情上邊咧真係方便咗好多。如果桌面混亂到我揾唔翻我想要嘅嘢，我只要一推都即時見得翻晒所有嘅嘢。如果你係渴望性能，同時又需要便攜性 ，AI 應用嘅上面亦都有一定嘅需求。今次呢部搭載咗 M5 Chips 嘅 iPad Pro 咧就非常之適合你啦。好啦，希望我喺 iPad 上面嘅心路歷程對你哋揀 iPad 有幫助啦。我哋好快再見，拜拜。